为着要招募更较侪人来投入这环境保护，行政院环保署打算要办环保职前体验工作坊，开放予高中职以上的学生来报名，透过环境稽查等等的课程，互因了解到环境工课的内容甲价值。环保稽查员用无人机测量空气污染，这是稽查工课一部分。环保署头一遍举办环保职人工作坊，现场嘛有空气甲水质测量的机器，希望高中级以上的学生报名参加，掌握环境稽查的基地加相关的知识。我们生活周遭工业区它的空气品质变化，那知道它变化之后，可以透过这变化去了解说有没有可能有偷排，我们要去做稽查。那我生活周遭如果车子很多，可能污染物也会上来。藉由这样大家一起来做好环境的一个努力。要互外界了解环保工课的日常，环保署规划环境稽查、独裁防救等等的体验，开放全国高中级以上的学生报名，嘛有环保教育、公民科学家的课程，开放予一般民众。计共有8场，希望对于环保有兴趣的人，通加入行动。未来的整个环境保护人员的需求。那我们这次的工作坊的有3类，我们希望大家来了解环境保护职场上需要的相关职能是什么。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高中职以上的青年学子可以来参加，成为我们的生力军。环保署表示，未来面对净零碳排等等的任务，需要成立军加入，嘛希望透过相关课程来定根。即阵开始就会当上网搜找环保职人，去环保署网站来报名。12月初就会伫全台各地陆续开课。记者田文调随台北采访报道。